暗带照着，这样吧，既然那有我们，你就讲点喝，无好字，多的啥？大众请起立，搬开属相吴其郎母行30公里前到玉鞠躬，再鞠躬，3鞠躬，蹲到玉鞠躬，再鞠躬，3鞠躬。恭请付钱的慈悲前到玉鞠躬，分到玉鞠躬，请坐下。各位首长，各位监委会的监。大家晚安。负责人晚安。希望田时间做事工作，老先生好谈先好，咱以手先就接团结来点，领导纠结来点，过去咱秋天的事来点，今日会当加用面这个。做环境，当然做环境，这是一个过去咱中国伫唐朝时阵，一位唔捌字的和尚，佢来做规定。当然，咱知影伊过去，咱做规定，伊的典故，就是伊是地藏菩萨，再来转世，伫这个中国伫广州的迄个时阵。那当然，以圣人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伊有付出着一切物件，所以伊来，伊有领着着文义，会当领悟着最上善、无上道理，不求物，但求作物。这种的意境，一般众生呢，就是讲只求义物。不求作物，作物是一个因素，义物我看到物件，天会当得到物件的好。因此，众生的意境跟佛的意境跟众生的差别，在于见闻甲知这个看不到，所以它先进了圣人甲凡夫。那因为当然，咱今日要学的是学咱过去咱唐朝六祖规定，甲咱讲这套的。这六祖观经，六祖当时伊是毋捌伊的一个对象。当然，伊所讲过的这个问题，是伊大弟子范海做成其中。因此，今日咱有这套六祖观经。留到现在，互咱会当有这强学这本六祖观经。那当然，咱六祖观经内底有讲到，诸佛妙理为观无义。诸佛的妙理，毋是伫无义中，文人载道文为道，手能之法手为法。文会当载道，咱知影文是道。文是一种功夫。透过着文字，这种叫做文字读解，咱进入咱一个关照。就讲你今日，你对这个文的内底伊记载，对你的内心世界内底当中，那比着另外一种的内观世界，看这个文做一种功夫，就参像讲今日我要经这个课，我必定爱找着这只答案。所以，佛把《金刚经》的内容，咱来讲，伊讲念经必修，
地我说法，法上应下何况不法，法上应下何况不法。如法如假，就当时不得，你讲互伊地主听内底当中，伊是照着这个处罚到批案这个规定来照着这只牌啊。文字就是参照这只牌啊一个工夫。当然，你伫处分到批案当中，因为你这只牌若无办，你今日要上法庭，你是无可能上法庭。因此呢，因为文字就是参照这个工夫。当你已经照着功夫达到你明心甲见识，你今日袂使去质疑这文字底。所以文上应下，法上应下，何况不法，而且讲出来。嘛，咱我想个比喻，咱感冒，谁感冒药啊？但是你感冒就好啊，你何必去执着感冒药？无只食感冒药会使，变成执着去生病。工夫就是互咱达到恰到好处，希望拢总是一种还说优秀，拢是一些力量，这点要了解。不过你因为若做当面公告了第三品义务品，公告一话当中呢，因为咱无法诊断，咱无法我国外无伫的，咱帮点文书、前点文书来甲讲理偷一半。因为今日个公告第222页后，122页后，我讲到这半，那这半我要开始以前，咱大家先来读一遍吼。气数有文渊，气数有文渊，地主上见精修念阿弥陀佛。地主上见精修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愿生西方，请和相说，请和相说，得生彼好，得生彼好，愿为好意，愿为好意，殊愿，殊君善听，诸君善听。为灵依说，世尊在下位声中，为灵依说，世尊在下位声中，说西方因化经文，说西方因化经文，分明去除愿，分明去除愿，若论上说理所，若论上说理所，有10万8千。有10万8千，即心中10恶不赦，即心中10恶不赦，便是说愿，便是说愿，说愿为其下金，说愿为其下金，说金为其上帝，上金，说金为其上金，应该是上帝，为其金啊吼，这个发唔对吼，所以咱生活中哦，咱看起来比较佛法的一些方向吼。那气数气数观，当然，咱归气数伊是一个气数观员啦吼。这应该咱各位第1品到第3品，就是对于气数观来讲起来，伊嘛是一个咱进一步介绍的伊个相关的书背景啦吼。那因为这个气数呢，这个气数观伊叫做归故，叫做归气数。因为呢，伊是一个真正对佛法，咱讲起来，因为伊对学佛上兴趣。当然，因为伊带了气数，伊是一个官员，归故就带了伊一个内底内部的一个官员来参与来做规定的一个法。所以呢，因为伫迄个规定的内底当中呢，归气数就是照着这个一年来咧问做规定伊一个问题因归气数有问因为这品是叫做疑问品，疑问就是讲咱有问题，大家起来做一个讨论，你有疑必问。那当然做规定
透过这一年啊，来做一种的解说。啊，因为次数因分呢，地主上见精熟了阿弥陀佛。伊讲我地主因为对咱老祖来讲，我地主啊，上见精就是和尚，熟就是一般的。那么这两个解释来讲，精就是迄个必求义，熟就叫有无理有无相。咱讲的就是安尼。你佛教来讲的叫做四教，那四教呢，就是必求义，伊叫做出家教。啊，但是有无理有无相，伊叫做呢善男子善女儿啊，伊叫做善家修。因为伊无剃头做为上，啊无想要是大说。这两个讲起来，这两个解说起来就是讲，因为佛家的四教，这个解说起来叫做佛家的四教。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啦当然，咱各位见面啦应该咱对于这个念阿弥陀佛，应该咱对一个所在啊，咱应该都有听到。念阿弥陀佛，有意有诗，有咧念早课，有咧念暗课，啊，为了念中课，阿弥陀佛啦不过呢，因为这个念阿弥陀佛，当然，这个阿弥陀佛，伊甲解说起来是叫做无量根、无量寿啦，叫无量光、无量寿叫做无量根无量寿啦。那以这有个解说嘅，以按照中文嚟个解说叫做安尼啦这个无量根无量寿，那个要讲一个较简单的，什么叫做无量根？什么叫做无量寿？这是讲什么物件？其实这句话来讲起来，是讲咧内在自己啊，内在自己啊的本性，因咱自性中的内底当中，就是就是咱讲不生，不生不垢不净不变，因为伊这个本性，伊就是无生变的物件。咱我想讲是对，因为伊袂歹，伊若歹去，咱今日要做都无可能。因为咱是叫无变，伊毋是叫歹去。因为无量根无量寿，伊本来叫做苦足具足，苦足一切，唔但是道上来讲来讲叫做无常，伊本身起来啦叫做无常。咱有一个无常的深深的微妙法，何必离对一个所在？咱拢去外口去咧找，咱唔知咱家己有苦足一个无常深深的妙法。这个无论是金刚经也好，是佛法经也好，日月环境也好，你什么经典拢甲你记载，甲足辅助、足详细物件。所以呢，我会上班就叫做环境的书本，一年何以出生本自清净，何以出生本自辅助，何以出生本不生变，何以出生本不动摇，何以出生连心万法，这就是讲咧讲了自性物件。安尼咱要听起来，咱的自性具备一切。因为伊叫做不净不净不实的物件，所以叫做辅助。何以出现辅助？何以出现灵心万法？你辅助了后，生了一切万法，所以一切万法从自性所生的物件。所以伊无量根无量寿，就是有啥物件？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家己迄个不实。你有这个佛性，这个佛性毋是不道，毋是不道。虽然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其实念阿弥陀佛，咱一般顶就是讲，念有一尊阿弥陀佛人互你念，念这个阿弥陀佛就有功德，就互这个人会当西方极乐。咱一般顶的众生就这个观念，因为伊念这个物件。念我
有一个阿弥陀佛。基本上来讲起，这个阿弥陀佛不是向外咧吹物件，你家己有一尊阿弥陀佛，你知道阿弥陀佛是无量去无量寿，你有法度达到无上，你有法度达到富足具足，你有富足一切迄个阿弥陀佛，迄个无量去无量寿。但是因为众生是向外咧吹，因为无向内在咧吹的意思，所以因为过去。有一个阿婆啊，伊咧念啊，阿摩尼八部佛，阿摩尼八部佛有无？这阿摩尼八部佛，因为咱若如果对外口咧找有一个阿摩尼八部佛，有接着这个物件，叫做字，接着这个物件，哦，接着这个物件，你永远找袂到迄个净土世界，你袂当找到你最解脱的世界，你一定有可能。但是因为阿婆啊。伊嘛毋知影念阿摩尼八部佛，即个故事咱拢常听到。念啊，即个刀会跳，因为阿婆一直有我，因为伊念到无一个我，无一个我咧念即个物件。所以因为阿摩尼八部念啊，因为咱过去前几世来讲，伊念即个刀甲起起念，即个刀甲起念到即个刀甲跳起来，即个代表讲啦，他已经跟他。连接如果在一起，但是阿婆一个和尚，但是阿婆讲阿婆啊，阿摩尼八部佛毋是阿摩尼八部，哦，因为边仔搁一口，所以这阿婆啊是咱是啊，咱伊安念叫做会信。阿婆甲解讲阿摩尼八部佛，佛甲解做无甲解做佛，那迄个包跳落，包跳落。已经有一个我，有一个真我在内底啊，所以基本上来讲起来，因为咱修学到什么达到一个无我，你念一个法一个无我，念法一个清净，清净嘛，念法一个清净嘛，文言物件，伊拢是一种感，毋是你内心世界，因为伊照着你这内心世界，要你达到你无执无我，上到定义叫你念佛。因为众生的心就是啥，众念众生嘛，众念重生嘛，所以佛在讲叫做众生相嘛，众念重生嘛，啊，众念咱的念者嘛，众念嘛，咱的念者嘛，甚至这个念上的作者嘛，念的作者嘛，咱的心袂定嘛，伊才叫你念，念到一心不乱嘛，一心不乱嘛，伊才叫你念一心不乱嘛，哦，阿弥陀佛嘛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足侪念法。后唱我咧唱，后文艺咧念咧，好，咱若看到咱佛教或者同修咧讲，咱就知影伊即个方法，这就是一个方法，拢是一个方法，即个方法就是要怎？伊最终点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无我，达到伊的清净。一心清净，要达到一心清净嘛，一心清净嘛，要达到一心清净嘛。你到你念啊，一心嘛当清净，你搁念外界嘛，即个种念啊，到底念，其实你念错了。这是属性，咱老讲这是属性物件。伊来讲，写那佛教有着四种思念，四种的思念啊。佛教伊念做分做四种的思念，咱老不能讲过啊。一种叫持名念佛，持名啊，持名念佛啊，一种叫持名，一种叫观想啊。念佛。观想念佛啊。佛。一种叫观想啊。观想念佛啊。就叫追点念佛。有这四种念法，在佛教中你把它差异分辨，它这个不离开这四种念法。就是持名念法，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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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持名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嘛，没念法了。对不对？你看一心清净嘛，
是毋是安尼？每个有一个果嘛。哦，啊，你愈念心袂清净，你念愈念愈侪事情，愈念愈侪迄个执着，啊，你念这嘛是咯？哦，伊这毋是伊是照着这个物件，没有达到一生清净，所以叫持名念法，持名念法。第二种就是念法观想念法，观想，你念，每年你念这部经念50句，念到全当中，你来到拜一个，阿弥陀佛是诸佛，西方极乐是我家，诸佛快快来救应，救应龙主为老家。因就是按这个观想念法嘛，观想念法，一种叫做观想念法。伊遮咧念啊，但是伊心咧想，阿弥陀佛是有长大的精神啊，伊心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庄严啊。伊处咧念，但是伊心咧观迄个相，迄个相，观这种相，哦，伊是一个非常庄严相啊，观迄个相，观到一心无我啊，迄叫做观相念法。搁一种就是叫做最定念法嘛，最定。哦，就是讲足紧的，人要死的时阵，因为你世间的时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一句一句一直卡袂啦。最紧就是讲一直对起来，干讲嘅行袂安尼。啊，其实伊这四种的念法，这拢是一种的念法。跟换一个解释，叫做方法。伊要安怎互这心，互咱这心会当达到清净。我这心会达到符合，伊是来讲咧，这拢是种是有上物件，拢总是有业物件，拢总是人讲，这袂当你成功。成功的话就是照着这物件，去顿见你内心世界，唔通做到好到一心无我迄个世界。所以伊才来讲，地主相见，精宿念佛，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得心平好，愿为好嘛。哦，伊才来讲这物件。啊，我就是讲，有听到足济和尚在讲意思，啊，出家和尚咧念这个经啊，念阿弥陀佛啦，伊念的就是愿生西方极乐的世界，甚至讲我咧念，安尼就会当转到西方极乐迄个世界，甚至和尚去我解说，即回。原理就是安尼，哦，这个原理就是安尼嘛。所以这就是咱规矩书咧问人做规定，这就是念佛的问题嘛。啊，所以书就讲嘛，哦，这当中啊，书就讲嘛，书本，哦，这个叫显听嘛，书本的规矩书嘛，叫做规矩。但是我要来讲，显听的意思就是讲你静听，哦。所以咱伫经典的这当中，一直在处理当中，就是讲，无论是伊叫做谛听，还是显听，讲这个话出来，这个你要爱做注意，因为你听经典的内底当中。你袂使有一个疑听，你会使用疑来听，袂使用不善听，你袂使用不善听来听，你袂使用这个心来听，你用这个心来听拢无效。所以咱道经变成什么内底当中去讲，美言不善，啊善言不美，啊善言不变，啊变言不善。因为你是安尼来答辩，就是因为你无善听嘛，你无善听嘛。我咧甲你讲，啊，你都听袂到去，一句来一句去，安尼我甲你讲这好咯。你着规个内底心灵世界拢种疑嘛，哦，疑就叫做不信嘛。我安怎讲你嘛听袂到去，所以善听甲谛听内底当中换一个解说，叫做清净听，清净听，你一定要用清净的意味。你要用清净意味来听，咱来讲，这个不要你想象，不像什么讲。
那听地方风啊，我的心就应地方风啊，这句咱就特别。但是你这个杯啊，那个空壳，那用的这个空壳，我足需要，我拢内底拢无物件，我足需要。哦，第二件，你按觉到这个杯啊，300cc 到500cc 的水，比这点就不强。你这个杯啊，若已经450cc， 你会当得15站。这个杯啊，若250cc， 那500，你会当底200公里，希望你就底过。所以伊这个先天的解说，就是讲你爱用一个完全放弃你个人的这个义，伊即句来做回应就讲，书本先天，你爱用真正清真，你爱用无念怀疑、无怀疑的心来听我要讲这个。即句就是安尼解释吼。所以回应伊说世尊在舍卫城，当然伊讲到六祖回应啦吼，讲到着世尊当时舍卫城时阵，所以这个舍卫城，伊就讲到金刚经的地道。如是我们一时不在舍卫城，祈求极乐道，你大吉上顶1250度，这部话就是伫金刚经的地道讲出来。因为舍卫城。这若要甲讲起，这个舍卫城后头叫做舍卫道。哦，因为这个舍卫城内底当中，迄个叫做哪？迄个多罗尊者，哦，伊记得太祖伫这个舍卫城的内底来创办着一个叫做哪？叫做精舍。哦，那离精舍来舍卫城，因为起着迄个精舍，迄个精舍伫当时就得伊遐。刚经说法的一个现象，当然，迄个故事咱过去捌讲过，以后就是哦，我讲对，以后就是当时迄个佛祖尊者，迄阵当时去聘请着迄个佛陀倒来，伊遐起迄个迄个形象，当然咧，今日讲明无明，咱无需要纠结。但舍卫城伊的意思，伊就是哪？就是印度内底当中一个中部的一个所在，迄叫做舍卫道。迄个舍卫道内底当中，迄个是一个真正，迄个也个是一个真好的迄个所在。所以呢，伊遐舍卫当中，伊个说法，说西方演化经文啦，文明去处不换啦，因为当然，因为佛陀当时伫讲经说法时阵，讲到一部经典，叫做西方演化经文，就是讲众生要来演化到西方极乐这部经典。所以呢，因为佛陀伊当时就讲着，因为咱即个六祖慧能啊，就摕着当时佛陀咧讲的这道理啊，来甲即个微气数啊。做一个解说，文明去处不换啦，分明就是讲，足简单的，讲法足清楚的。因为伊去处不换，若论上理啊，若要甲论上理啊，当然伊有10万8千啊。因为这个10万8千啊，即是心中的15蛇，便是所管啊，所管为其下根啊，所应为是上帝啊。因为这个问题应该咱拢知影，基本上来讲起来，因为拢讲内心的世界。咱有讲10，这个10万8千啊，叫做15蛇。15蛇就是讲啥物件？咱知影，当然贪、嗔、痴，这叫做内心的3毒嘛。恶口。良舌、妄言、绮语，叫做嘴的4毒嘛。来呢，来叫做10得言，叫做心的3毒嘛。3毒、3恶，嘴的恶口、良舌、妄言、绮语，叫做4恶嘛。这个合叫做10恶嘛。其实10恶。伫即个内底当中呢，因为伊甲叫做10万嘛，8蛇内底当中
分做写点、写思维、写语、写业、写应、写方便、写力、甲写点嘛。啊，这写就叫10万，咱知影10万，哦，就讲叫10，哦，这个10万就叫做10万，10万。啊，8写，哦，就是因为对8正道，对8正道甲转过来。8正道就是头一个讲叫做哪，叫做正见，哦，你咧甲转过来吼，因为免正见正思维啦吼，一直转过来，哦，对正见啦、正思维啦、正义啦、正业啦、正命啦，哦，啊正精进啦。哦啊，正念啦、正定啦，这个加起我这个叫8正道。啊，8正道伊甲写倒转来，第一就是哦，因为内底当中一本书啦，吼，伊内底有那有写出来吼，这别人我都放下吼。当然，伊是讲咱内心的事物写，这物件是安尼物件吼，咱知影应该是。这个食物，这应该大家过去啊，对这个食物，大家应该拢足了解，大家应该对内底当中啊，拢足会识分啊，这个无怀疑啊吼。第一就是讲杀为嘛吼，食物啦，哦，啊咱就是不杀生嘛，哦，啊就不食10项恶的甲转就叫做10项善的，安尼叫做10善嘛。啊，8项恶的甲转到8项善的，啊叫做8正道嘛。哦，啊8正道8项正道来甲转落去负面的叫做邪嘛，啊叫做8邪道嘛。咱讲就是安尼嘛。啊，伊对拄则咱我讲的，就是对正见、正思维，哦，啊因正见就不正见嘛。哦啊，正思维就不正思维，邪思维嘛，啊邪见嘛，啊就是邪就是无正，啊所以咱今日修学到上改重要，对咱这心的转变。所以过去前辈上讲，心念在转的烦恼，啊生命无限烦恼。啊咱生命，咱的生命转换出，你20万10恶，你会当把十得因，你会当转成不善。不得不言，哦，啊，不靠良心蒙言其意，你当这靠说，你当转的，转来实现的，哦，啊，贪嗔痴，你当转落，其实这是足重要的。因为咱讲，因为今日你修学过来底当中，你这10恶人都当，你要证到阿罗汉的初步证到。因为阿罗汉的初果，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伊就叫做须陀洹。伊须陀洹就叫做入流嘛，伊就入性命之流嘛。啊，你入性命之流，你阿都有这，因为这10恶8邪，这拢是一种的迄个，哦，这个叫做欲界色的、无色界的物件嘛。啊，你讲无色界的，这当这10拢会当啊嘛。啊，你10恶无当，哦，你阿都有这物件，啊8邪。这八邪，你无当，你要证到初果的须陀洹，哦，要入性命之流，迄就无遐简单去办，迄就无简单，毋知来讲，哦，说离阴风经的第9本，哦，一上无上分内底当中，那叫做入流入性命之流，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伊不入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定呢，哦，啊，这六定内底当中有涵盖于这10恶甲8邪内底当中呢。啊，你涵盖这物件内底当中，你一定你一定要爱见血见好，这见血一定要当呢。哦，见血啊，见好一定要当啊。哦，这就是你，啊来这种叫做输血啊，输好啊。哦，输血要当啊，哦，啊来这个尘沙好啊，电啊，电刷血啊，爱当啊，
叫做无明体啊，无明火啊。国家的事业即个爱等啊，这建议就是因为初考一定爱等啊，阿罗汉初考就爱等啊，书业就爱到2考3考即个爱等啊，2考3考，书考完阿那含即个爱等啊，丁山迄就是已经阿罗汉去了后，你到了3年就是哪？因为52菩萨的菩萨位内底当中，第一个10尊、10行、10回向、10地，这10地叫菩萨位嘛，顶到妙觉，即2、3、4、5嘛，这5站嘛，甲顶到妙觉，做52菩萨位嘛。去结婚嘛，所以这个10性，袂使讲叫做3年嘛，10尊、10行、10回，这叫做3年嘛。所以《金刚经》的第5本内底当中有一句：一切现性，一切现性。伊有讲这些五句话嘛，该以无为法体有差别嘛。现就是咧讲这3年嘛，10尊、10行、10回向嘛。这个性就是讲啦，就讲叫10地嘛。这叫菩萨地嘛，这叫菩萨，这叫地地菩萨嘛。因为你这个贤，就是这个丁山晓到丁山晓来等嘛，陈沙后来一定要读你这个10尊、10行、10回向，这一定要读到这来嘛。来10地菩萨就爱无明体嘛，无明火来等。所以唔当见一分的地就爱破一分的无明，见一分的地就爱破一分的无明嘛。叫做见地菩萨。因为伊有够上，伊咧讲就是安尼嘛。那因为内底当中呢，咱讲到遮来，当然这咱好迄是，互咱各位加一种的迄个概念啦，加一种的概念。就是咧讲，当然西方的音乐经内底当中，分别去除管用论相义，若要论相义啦，讲叫10。这10万8千啊，这是心中的10色啦。变数万啦，那变数万啦，这是下边啊，用说因这是上帝啊，说成这个上帝，叫做10色。伊这就是咱上帝，就是哪，就是10恶，转10仙嘛。转10仙嘛，转10仙嘛，8邪，8净嘛，8邪嘛，转8净嘛，10善道甲8净道嘛，安尼叫做哪？叫做转10仙谛嘛。所以你这句话，咱要讲的是讲到理论啦，咱理论啦，论善甲论恶啦，论善甲论恶啦，论情甲论邪啦，这叫做论啦。基本上来讲起，咱感觉无相啦，讲无上论啦，无上论，讲到是无上论啦。其实18，无上论啦，无上论就是10。这个你看无？12真理嘛，10咱目睭看的听得的嘛。民俗一致理这个所在嘛，民俗一致理这个所在嘛。所以今日咱受民俗一致了后，8你有找到你这个正道无？所以，咱理论理甲伊讲出来，理论理啊，伊咧甲伊讲出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在济福济先至善嘛有一句话无？大贤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此基于这个所在。
因为即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叫做季贤地。但是因为今日咱若论着先，论着先甲恶，论着这个邪甲正，这叫做相对论嘛，相对论嘛，这个相对论嘛。但是咱若论到着迄个无上论，这个叫绝对论嘛，绝对论嘛，绝对论嘛。啊，因为绝对论就是无对，这个叫做恶甲邪，叫做世间法嘛，世间法嘛。但是因为咱论到这个叫做出世间法嘛，世间法嘛。出世间法嘛，啊，因为这个叫做哪？这个有漏嘛，这个有漏嘛，这个叫做出世叫做有漏嘛，无漏嘛，所以这个绝对这个相对嘛。啊，你今日去找着这个字，大家知道在清明，在季，你爱季无，你季先，你爱记住有顶悬加一个字落。这个字叫做无相，这个字就叫做无相。所以武则天啊，讲无相清清微妙法，必千万劫难遭，黄金变轮一时起，我解决真实义。这个就是讲，咱知道在清明在既有既现，所以这个无相即这个所在。那因为今日上帝上帝甲下经。因为当然，伊会当转识心地，转世成智，转阴为阳。但是最主要，因为伊找就是要找到无上论。无上论就是咱寿命是一季节所在，这个去识，这叫做办。识2000里，啊，定定的，当然嘛是目睭前。点天天清清，点地地灵，点人人中心。点足就主有灵，点足足有灵。但是咱有找着咱的知识地无，这叫做咱的知识地。今日咱若无求到，咱唔知咱知识地是所以咱拢是找着这个世界论，甲出世界论这论这物件，这叫做论相。但是我请问，这108000里无？你有种有无？西我108000里，那我2000里，啊来来，定完就结嘛。啊！你到底目睭是面对，目睭是灵魂的窗仔门啊！啊，灵魂正面对，啊，讲到就是讲这108000里这头一个物件啊，善恶不善嘛，啊，一般顶论善恶，你出世间当中这物件嘛，所以咱一定要论到哪咧？无上论，啊，论到无上论嘛。那安尼当中呢，说经其实这个上帝有上智慧的人，但让识透明书迄个咱请到跟诸位讲，以无士德还先道，生来死气实践当前，以无士德，识的士德还先道，多翻中德啊，翻中德啊，生来死去，生来死去，看你这个所在，见东西。恶目要为光，以电子太阳，眼前观即是。眼前观即是，眼前观的心。眼前观的心。所以你想得到我的心，你有没有发现？你发现？是的，还原到恶目神统来发现，外界怎么样？煞煞头头大路攀，西方虽远，看到浅刻到，刻到，刻就得到，浅刻就马上就到，因为你已经发现，发现什么？发现你108000里，不是你这个论数理，不是你这论因果论啊。咱今日你看咱练这物件，你咱练到。每练到比世风有世界，练到什么世界？所以变成一个不会的。所以信念讲的言在处，暗在皮。以前你讲到咱内心的世界，天命之为性，出行之为
的修道去得呀，这不可思议呀，可以为得呀，不可虚理也，你怎会到？虚理的一时啊，你都唔使离开去，离开就唔是得啦，你必须啊，离开。迄个叫做得有，迄个伫咧肉体内底，对不对？咱对咱老母生来到即个肉体内可以吵。今日去即个造罪了后，咱对咱的肉体内底当中，唔免3日，唔免2日就开始的时阵人咧发吵，因为你已经离开，你的自信，迄个物件就离开去啊。所以咱今日一定将信任伊的宗旨甲伊的基础对一个所在，吼。所以这样的人主心的世界，好，好来，两个人，人有两种，人有两种，法无两般，名无有数，见有地执，见有地执，每人念佛求生于彼，每人念佛求生于彼，五人自净其心。五人自净其心，所佛言，随其心净即土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所观东方日，但心净即无罪，随西方日，心不净亦有偏。心不净亦有偏，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当然，这是因为咱做会员啊，这清起来，甲咱的先做一个延伸的解析啊，吼。讲人不能救，好人不能救，能救就是哪？就是一种叫做，那要讲讲起，一个叫做迷，一个叫做昏，一个叫做想。好。其实来讲讲起来，这是咧讲啊，当然这是讲啊是自性，因为如果你自性来，讲到咱的自性中内底当中，咱啥心理状况不清不见不对不行，因为伊本来就是因为自性中内底当中，就是因为伊叫做具足，叫做普相。哦，这是咧讲离迄个离无极这个变自性。伊咧讲啊，讲是太极，咧讲是底底，了世俗化，讲是到底底落。换一个意思，因为咱这个有就是有地方这个所在，这就是本来清净叫做。那你这个所在内底世界内底当中，因为伊叫做不一样，它是不一样。好，讲到这个物件，这种已经离开着这个。自性无量的世界，因为今日我的做就简单，一个囡仔刚生出来，因为伊叫不属性不属我，不属性，伊不属我，不属我属性甲属我，迄个囡仔刚生了换者，伊有属性甲属我，伊其实无属性甲属我。所以呢，像古人讲，人普通，阿不普通。人因为灵犀一点通，你会当甲天通啊。所以咱会当甲天通的唯有就是哪？因为你的灵无量，你才能甲天通。一点通，人有灵犀一点通。这个囡仔是安怎？伊会当不属性不属我，伊一个嘴开始伫咧吐在不然投入。这是过去老辈人讲的物件，比气象来较准。但是因为囡仔有思想的内底当中，伊确实有分别的时阵，迄个影响当去啊。迄叫做
含上天迄个名音拢变动，迄拢袂通，迄是个人的思想。所以咱做来讲，使用善术，即经善言；使用恶术，即成恶行。迄个其实有使用出来。但是你有一个句话内底当中，伊有附足，伊即个字是有附足，即个事情较属来，伊是句。但是因为伊来讲，即个世间，伊触，伊去触着，感受着。感触着了后，加上父母一直咧训练的思想，灌入这个思想，你现在叫阿公、叫阿爸、叫妈妈、叫阿婆，叫思想开始了，你就有一个分别，哦，迄叫做妄分别，毋是叫做善分别，哦，啊，你分别的内底当中，就开始有善恶啊，这善恶是走出来，伊是善恶来方面，毋是自性，伊本来本质。所以来说来讲，不属性甲不属是原来伊本来的况，但是因为有属性甲属，伊毋是伊的本质的物件。但是人有两种，这是讲到人，这毋是讲到伊自性，所以这句话咱一定要知影。法无两般，法无两般，这个法就是讲，这个法，哦，法，哦，这个法。咱我来这里做简单的比喻，然后药无贵贱，药无贵贱呐，啊法无贵啊，即句话无应白色，药啊，无啥物大病院开咧，就代表食好。咱今日咱的中药行开就代表有效，无迄个道理。但是伊中药有用无？有用无？有应病有无？有应这个病有，有下这个病有。比如哦，我这1,000块加这50块，看这菜药无效，就来大病医，摕迄1,000块哪有效？比例，有点这1,000块是变成毒，无用，是毋是安尼？因为你无下这个病，所以伊法因嘛无下呢。当然。咱今日做做简单比如，你今日你是一个学术规划，哦，学术规划，啊，你一个当开始学法，当然你讲迄个金刚经、文化经，你用一个当开始学法来听，一般讲听，你有用机，你无用这个机啊？有效无效？有用机，因为听无啊，啊，你今日一个已经学法足久啊！啊，你讲迄个一般顶的法来听，伊嘛无用机，拢无用机。所以有得到一句话讲，应机道教，应机道法。有得到讲应机，这个道，这个道代表领导意思。有得到应这个机来引导众生，伊无一定是什么法。这个众生需要这个，我就这个法。但是我这个法讲了后，我有咧执着这物件，伊无执着这物件，所以呢，法律内底当中，伊无两般，就是讲，伊针对众生的需要，众生会当明心，会当见识，会当修得，会当学到，我就是这个法。所以名望有数，名望有数，名望相。这个是重心啊！伊本来就付出一切过来买毛，得来一个毛，得来一个病，得来一个顿好，就讲到这物件，因为这个开始有量，开始有量，因为这道理内底开始有量，有然，到这物件，咱就做一般人比。今日一般的学生来讲数学，为老师讲的，人这个学生听就有啊。因为为听着数学，就做爱听；为听着咧读数学，伊就开始拍到桌顶咧困。别人讲，伊甲听着数学人就无位啊，你听无？因为对数学内底有概念。老师同样咧教迄个物件，是安怎为听着会捌，为听着会毋捌？敢是伊质量有问题？毋是质量有问题，是因为伊落去后边这个问题。
是安怎？咱想讲，你真世人，若对数学读到数，你一世人来到这个世界，你对数学你做好。你真世人若对文学读到袂歹，你一世人来对文学嘛做好。读文学好无代表读数学好，读数学好无代表读文学好。所以人到时候来讲，你免读真事情，有无？即句话人讲无？哦，你这人要读真，要读真事情，啊，本来就读真事情。咱同真实有关的呢，叫做遗传，叫做遗传。遗传的真实迄个基因啊，迄叫做秉自过去，秉自过去迄个物件。哦，一个人。过去人是恶毒的，你来到这个世界，讲要活善良，这世界活善良，无可能，绝对无可能。前世人若无修道、无文化，你一世人要来坐到这嘛无可能，无可能。所以不离金刚经第六本就讲啊，当地是人不一分有三世我分地精善因，以无千万无六分所净诸善因。乃至一念生净心者，金刚经讲，你会知影当地是人，即句话就是讲，你会知影即阵人，当地是人，你会知影即阵人，不有三世我分地精善因，因为咱是到这个人，拢已经有供养过无少去，甚至心里千万无量分所有供养过地精善因。即句话我会一直咧强调，我爱听好势，毋通甲当作你已经有进步生活啦。即句话足侪误会。我讲喂，都已经进步生活啦，一世人咱来做众生，毋是即个道理。因为你过去有供养过佛，毋是你有做过佛，爱听好。哦，你就是修福，你修福，你修福啊，你就是有供养即个佛的福。你进入泰国。透早出门当中，跪拜，迄和尚是一个歌，拢跪也跪跪拜。和尚教的当中，迄个伊含的迄个歌，迄个歌，伊即马含的迄供养物件三个拢跪迄个歌内底甲卡。啊，即马伊就安尼讲啊，念念有词，代表发祝福的话啦。伊能够人物件供养回应祝福，啊，所以伊。这是每一日，无论如何，无论风台，因就是固定来遐供养佛。因来讲，因若要来佛来后调法度啊，因为是算化缘，吼，绝对是为了食饭的。啊，你无来人供养，伊就无人食。所以今日咱过去，咱会当来培养信这个因缘，也就是咱过去翁爷一直有受过道业性。所以，咱想来讲，哦，对一个宗教好，人过世偌济，人心兴偌济，人做少偌济，咱拢对人袂对，咱来讲啦吼。当然，人真个行善，人真个做德，咱来强起，咱来赞叹。但是你会了解你家己，你会了解，你毋是无做，因为你今日若无做，你今日要问上实这个法，你就无可能。你若要来解到这个所在，你嘛无可能，因为这不应该讲的。哦，我想来讲，因为确实是离世间在世间的物件要供养本身是简单，但是要证到我阿庙到了三藐三菩提，你要证到无上正定正觉，这个那是无简单。但是你要今日证到这个灰，要证到这个灰。你过去即开出来，你过去惊修福，因来讲修福简单做，修慧唔遐简单做，修你供养就好啊。你是像租一个人，一个叫1000块，10几个来甲你修，你就可以。叫500块，你绝对拢会花。人只有咧讲假意行善团，你要叫一个叫100块，足简单的代志。伊要听，伊要带你去听这个道理，你到遐简单解决，你就毋是遐简单。所以修福，咱过去就是因为咱的供养，但是因为
咱想讲，收福不收费，大枪批咯；收费不收托，罗汉托风波。福慧双修叫梁祝尊、梁师尊，福慧双修叫梁祝尊，有正卡倒卡，这个菩萨道，咱嘛知影这个代志。但是因为咱过去常咧讲，咱无过去常咧讲，咱因为强了不为无说回来啊，甚至只有千万无量，咱有强往来，咱今日生活地上少。当然我过去讲，因为咱我强者。咱即款人咧生活，明明咱当然会当做，我毋是讲唔好，你有能力你出去做，咱是好代志。我毋是讲唔好，但是因为你爱知影，不一分一分三世五分二种善根，已有千万无量分，所种诸善根，你当你是你会了即定啊，分灭好好无法，分灭好好无法会即定啊，就是这个时阵。这经离经方面讲甲离作事实啊，讲甲作详细，咱家己老师人可以。所以离佛灭好法这个当中，会当来修白羊正法，会当修白羊正道，咱这就是有这个。因为这个有过去有修的，咱就有这个。因为这个开无起来，阿罗汉就证唔到。因为阿罗汉我过去讲的。见你甲随应较多，见你无无随应无无，你要证明阿罗汉的初果，你见你若无好，阿罗汉的初果见唔到；随应若无好，阿罗汉的师范师傅阿那汉见唔到。要记到阿罗汉道，唔免讲，你问阿罗汉是小乘哦，你讲18罗汉强一路，你问我18罗汉强一路，你伫大雄宝殿内底有四大金刚，边仔有。高尊这边有高尊为18罗汉，下做伙，用一个路你莫讲18罗汉，必须18罗汉，迄毋是遐简单安尼，迄叫做修行的，无啊简单安尼。伊就是啥？伊就是当然伊无度化众生，伊无度化有情，伊当做阿罗汉道。但是今日菩萨一定爱菩提萨埵，菩提就是甲萨埵的有情，你这个菩萨一定爱甲有情。爱度化众生，你才能做菩萨。所以这点咱一定爱了解。所以既然咱安尼当中，伊哩甲你讲，见有知识，当然袂无有事，事就是讲有差别的意思。见有知识，就是讲有见甲慢。美人良物，求心有癖，误人自人心。美人良物。求心意就是你求你小结果，误因自证离心，这句话来概念，都海念的啊，都海念啊。所以人出话讲，念经不如讲经，讲经不如照经行，念经不如讲经。因为咱是讲念经，其实咱一个人。你心当面浮躁的时阵，你未清净的时阵，有定了透过着念经来净化家己的身心，毋茫烦恼，一颗一颗起来，安嘛是好代志。就参像咱今日，我着敢若困袂去，但是我常常爱困觉啊，总是互我帮助我爱有这个好事嘛吼。但是这个毋是真正究竟。如果今日咱若为着要运动来食爱肥了，我相信你食到尾，愈食会愈是爱肥了。上解重要是啥？只要爱肥了，互你的身体，培养你的训练，暂时咱做训练。莫讲遐一日无困，互你的身体的当中迄个去算是遐大吼。所以呢，伊今日练训上解重要。就是要了解经义，了解经义了后，上重要就是要安怎啦，训安怎教，咱安怎行，咱可以变得风景的生活。因为离迄个个菲律宾有一间叫做什么庙寺啊，伫咧街边，迄我是讲袂起咱咧二亲贵二亲拢遐个。我姓氏，毋是我姓氏。
你死的物件啦，就是迄个咱的地七规拢伫遐，咱互咱讲金光经的时阵，我就问讲，你即间就是师傅敢会教你讲金光经？伊讲阮师傅讲课上也不好教，课上不好教就是讲会当上经也会当改经啦，吼，安尼啦。所以呢，因为当然伊嘛是若已经迄阿婆啊，念金光经念较出色，但是伊一了解金光经伊32分的内涵伊唔捌，所以因这是意思就是甲咱讲，所以这因为你经唔捌，分的经安怎做，咱袂晓做，但是分当然伊把伊过去的身份的条件，过去身份的母语甲伊讲互咱知，咱袂当按照安尼行，我请问，你要成什么回应？当然，分讲互咱听，就是要照。就是要互咱捌，互咱捌，就是要互咱教，分都是要行教的行。这是因为阮的教同法，所以呢，因为咱袂使讲唔捌。那因为这个美人、甲魔人、甲吉、甲智人、甲智人，当然这两分不同啦吼。五人自证其心，这是重要。今日。咱是修学过来底当中，上个重要，咱好去讲，咱即个心，咱是修学到过程内底当中，甚至你修到过程内底当中，你才心有进步。咱这心有进步，你家己变得内观、内观，你家己管理家己。我的脾气若安怎大，我的语言若安怎济，我连一句话人来我都挡袂了。我甲你讲，你拢不进步，因为基本上来讲起来，迄是你个人的代志，含别人袂解释你完全都无。你今日读册，对1年读到6年，对读到高中读到大学，你完全若对你读册一本破刻入去到学校，你若完全老师咧教哪，你拢唔捌，你永远考试就是0分。虽然你骹板啊安尼歹过，你拢无进步。老师咧讲来讲唔捌，你经过迄个，你排这个骹板啊，过你就成功。但是我来讲，你今日对1年、甲6年、对3年，对6年、甲12年，对12年、甲大学，16年、4年嘛互你下去，咱过一节。1年到6年，6年到12年，12年到16年，这段当中拢叫做挑战。若真正要找你要读到对遮人，你若讲唔会，你若讲读册看我来，读册看我，还是艰苦。迄个囡仔绝对艰苦，但是我读册看我，读册变艰苦。所以咱互我迄阵读着册，真正愈读愈册。一工看歹的像刀，老师咧教就像拄拄，伊就无想要读，所以咱互我读起，对读册内底当然无兴趣，你才读起，读袂起啊。国小就迄个2章来毕业啦。我感觉读个也好，慢慢混个下步嘛是无去读。所以今日你这个人，你这个强免着伊今日要读的，伊嘛真正读袂起。但是你若真正要认真要读的，你唔通甲勉强，因为伊足认真，咱讲叫做2等上的量度内底当中就变成绩，是不是？这个伊来家己行，因为读册若真正要读的，做老爸免做父母免得甲迄个囡仔低调起，伊就家己时间到就去读，慢慢就去补习，伊来读做乜事？伊若唔读的，你一年出来把你读成好，嘛是迄个代志。这是咱互绝对咱的修道。咱的修道学道，其实来讲起来，是咱内心的世界，要面对着行过。你1年到6年，6年到12年，12年到16年，你这个当中叫做挑战。
挑战到挑战自我，挑战主观。因这个人的主观还有自我的意识形态开展，意识形态、意向，这个意向，意向作用。人没有办法想一下，那个我他一个，一年那个人都跟这主观，这人主观这出来，这个主观这出来，咱想为了讲，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最大的失败就是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自己。咱修恶是修到要害我别人，不是要害我别人。云而应住，云而应住。有道理，经过经的第二分内底，云而应住，云和温和和理性。我要安怎安住？我要安怎含糊我家己心，修到就是这两项物尔。其实来讲讲，咱是咱伫世间过得遮个是非，咱伫咱世间过得遮个敌人，咱是安怎伫这个人生的过程内底当中，咱遮个烦恼，咱有遮个对立，咱有遮个敌人，咱有遮个是非，咱有遮个不满，咱有遮个痛苦，这是对啦，毋是你怕，是你家己。因为咱讲，你的意识是。人安尼智慧，你听人袂听对，因为你自我的意识作，自我的意识作表。咱想讲出，咱真宝贵一条，咱的信仰，这个信仰，信仰，咱的比较，咱的比作取向呢，咱的实作用呢？识的讲啥物件？识的讲叫自我意识。什么人求我？我互你求足者，你莫讲我，你逐摆在念，你逐摆在念，你逐摆在安怎我？拢叫做我。因为你原来一直分，作用呢一直分，挡袂牢。对不对嘛？要甲你说明。哦，所以你这个识，咱就是要修正比。虽然过去来讲，一句话讲，伊这个是鬼，妄心，地就是地就是要互妄，要合互妄的鱼。但是啊，合到合袂讲话，真正合到合袂讲话，我不给。因为咱讲，因为要合到会讲话，真正有对自己内心的世界，真正云和，你要安怎安住你？安住你这个心情，要安怎克服你这个梦想心，毋是安尼简单的。因为咱讲，因为这个社会世界，什么人无会着什么人，什么人无会着我伊毋知影哪个讲，一个修道的结果，真好。伊嘛修30年，去到的时阵啊，迄个农会要领钱。啊，农会过去的取款行，过去农会即个就变难写，但是咱讲即马下年农会即个袂当来写取款行，我自己家写，啊，迄父亲啊，佮袂晓写，啊，袂晓写，伊若甲摆住，我都袂晓写，你甲替写，还是什么人你甲替写者，咱就好，伊就随甲讲，你是阮请的，你若毋写，你等于，人歹讲你是阮请，啊，你若毋甲替写，你等于。你做啥物创啊？养一个规个山，规个台湾看你听，这哪不是？那修炼人在食素食。你讲吼，惊一个写一个取款条啊，挡袂牢，当场下咱讲啊，你讲吼，你收30万、30万，你这个心肝代志尔，你到不想我？哦，咱这你看到。你迄个花莲发生个代志，我进入要来讲，迄个邻居用，你双方人啊，进去保佑对用，迄个检察官，